喺我面前嘅呢架 C Lion 7咧，係比亞迪喺香港市場賣得最好嘅一架車。如果你係車主，可以喺下邊嘅留言講講點解會買呢部車啦。從我嘅角度睇呢，首先就係佢個樣，呢套 Ocean X Face 其實就等於將燒嗰套嘢笠咗去架 SUV 上邊，細節呢就做咗啲調整，個效果都幾好嘅。成部車啲線條好流暢，視覺上幾矮下嘅，就算放喺一眾 Coupe SUV 裏邊，都會覺得佢哇，乜趴得咁低嘅，就唔似市面上一啲產品咁虛有其表，一啲都唔高配啦。睇下個內籠啦，延續翻成個嗰種流暢嘅感覺。我哋可以睇到個中控台啲線條咧係一直延伸到兩隻門嗰度嘅，配埋啲氛圍燈設計啦，喺依家啲 EV 裏邊咧，應該可以講係唔係豪華，而係華麗啊！至於啲空間，雖然話睇落去架車係矮，但留低俾頭頂啊嘅空間啊都好多㗎，唔會話覺得逼仄。至於你話橫向咯，仲有腿部呢啲咯，除咗闊落，我都真係諗唔到啲咩形容詞啦。仲有儲物空間啦，常規狀態下有500 lit，仲有前備箱，無論後驅定係四驅都係有58 lit 嘅。講埋啲配置啦，喺香港賣嘅 C Lion 7有3隻型號，其中 Premium 同 Performance 除咗後驅同四驅嘅分別呢，其他配置都差唔多，一樣有齊晒啲駕駛輔助功能啦、全景天幕啦、無線叉電啦、比亞迪例牌嘅可以旋轉嘅15.6寸螢幕啦、真皮軚啦、凳啦、NFC 車匙等等。另外仲有啲更加基礎啲嘅 Standard 版，少咗啲咩呢？從 Dye Audio 12隻喇叭變咗10隻啦，冇多色氛圍燈啦，冇咗 HUD 啦、PM 2.5過濾啦，仲稍微減咗一部分嘅駕駛輔助功能等等。就平咗2萬蚊，咁總嘅嚟講，我都覺得係架 Premium 嘅性價比係高啲咁嘅。除咗啲配置，呢3架車嘅動力都有啲唔一樣。主要講下架 Premium 啦，最大馬力308匹，扭力有380牛頓米，82.5度嘅刀片電池，差到80%就37分鐘嘅啫。底盤同 SEAL 一樣，都係啲高級嘢噶，前雙搖臂，後5連杆，呢部車先20幾萬咋。睇到呢度，其實你可能已經有種感覺，哇！呢部嘢啲 CP 值真係高到不得了。唔使講啊，呢個肯定就係佢好賣嘅一大原因啦。對於大部分人，尤其係啲家庭客嚟講，呢部 C Lion 7俾足晒所有嘢你，可以講係滿足晒你對一架新世代電車嘅一切幻想。依家佢哋一換一咧就冇幾日噶啦。目前比亞迪嘅各款車型咧依然都有少量現貨嘅，具體優惠有幾多，大家可以 check 翻呢張圖，想上車就盡快啦。咁今日條片到呢度就差唔多啦，大家記得 subscribe 翻我哋 Bitauto，下次再見。